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伫开始敬拜之前，咱来先安静咱的心，而且信心就充满伫咱的心中。咱只是做伙来压头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阮只是要祝福伫你的面前，全心全灵拢献互你。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上帝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拢陪伴伫咱的身边，所有咱的一切，主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现在咱来为教会来祈祷，求主帮助教会，加做一个属灵的教会，互咱能更较明白主，甲主紧密亲密的关系。嘛为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求主帮助富工人有较无真理的心。愿你互受造就，热心传福音来祈祷，咱做开声来祈祷。天天要上帝，将咱的教会拢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求你帮助教会，交做一个属灵的教会，也做做一个主你所喜爱的教会。互咱会当更较明白你、亲近你，能够对我靠近我靠伫你的同在里，咱嘛为阮教会的姊妹。
受嘅话语，咱有今日礼拜来祈祷。哈利路亚。亲爱的天父上帝啊，感谢你，将你的幸福降在这里，弟姊妹，为着有点起日，咱们做伙来唱歌，学了咱的主。咱做伙来拍手。阿拉主，阿拉主，多谢阿拉，我要扬起手来宣扬主生命。阿拉主基督，让我起心来有责任，你是弥赛亚，我主，我上帝。
哈利路亚！咱的主是看着一切尊重甲学乐的主，咱的主是万王的王。你讲阿妹吗？阿妹。这酒有大水的声音，荣耀冠冕光辉有高，天地在龙下拜敬拜伊，神有高是万王的王，这酒。大水的声音，荣耀冠冕落归有高，天地在龙下拜敬拜伊，神有高是万王的王，哈利路亚，荣耀归主。归主，神有高是万王的王，这酒有大水的声音，荣耀冠冕光辉有高，天地在龙下拜敬拜伊。万王的王，哈利路亚，荣耀归主，神有高已经的胜利，哈利路亚，荣耀归主，神有高是万王的王。26首，但阮感谢上帝。
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搁一摆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来敬拜阿乐你，因为你看得阮一切阿乐，看得阮一切对你所献上的一切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透过今仔日的礼拜，搁一摆看见着主你的荣光显现伫阮的教会，也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。透过今仔早起时的礼拜，我嘛要搁一摆看见主你的恩典赏赐伫阮每一人的心中。主啊，求你帮助，虽望今仔日的天气较凉冷，但是互阮的心犹原火热，互阮的心犹原热情来向你敬拜，向你举手，向你祈祷。主啊，帮助阮，互阮专心专意来雕记你，也透过阮和恁三千军，搁一摆来认捌你，也求主你伫早起时来对阮来讲话，对阮每一个人，互阮来看见你对阮的心意，帮助阮透过今日礼拜，也互阮来看见主你的同在，看见着主你的荣光。愿今早起时的礼拜，阮所献上的一切，拢诚做是芳芳的祭，到伫主你的面前。愿今早起时的礼拜，也将一切的荣光拢归乎你。这时，我嘛要用主你所教导阮的祈祷文，做伙来祈祷。阮伫天日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人亲像伫天人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有辜负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日试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大家请坐。感谢主，上帝听那这么大，请咱三甲来起应。启文第一篇《申命记》第6章，由我来起，会众来引。以色列人着注意听，
恁着通照上主恁列祖的上帝的应允。一切啊，着注意听。恁着专心、专情、专力听上主恁的上帝。我今仔日命令恁遮的话，着记伫心内。无论伫厝内坐，也伫路里行，搁别伫手内做记号，着写伫厝的门屉。听咱担心做伙来祈祷，万物的主宰，咱的上帝，咱来到伊面前谦卑敬拜你。你是创造天地的主，是掌管历代的王。你眷顾施恩伫逐世代，伫你的所在用关灵甲奇妙引带圣花甲羊群。主啊，你用平安的槌、安慰的拐，甲怜悯慈悲的引带，疼惜囡仔较无来到针对你的子民。因为有你的同在，阮坦然安然徛起。总是主啊，阮心灵阮的软弱，毋愿顺服伫你的引带，伫无影中服来亲近你，伫顺境中阮骄傲，伫困境中阮埋怨你的带领。阮的心神时常受到搅扰，甚至互阮家己的私欲捆绑，伫言行甲心思顶面欠缺你的荣耀。主啊，求你怜悯阮，赦免阮的过失，洁净接纳阮，互阮的真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。亲爱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看过阮每一个做宝贝。你施了恩典，看顾保守阮，互阮伫困难中悠然看到你的信息甲供应。感谢你赐福教会，互阮伫基督内成做肢体，彼此相扶持、相互使、相成长。因为伫你的疼有平安，有盼望。恳求主，你嘛伫阮中间有失去亲人、悲伤痛苦的兄弟同在，拭去因的目屎，甲肉体欠安，心灵软弱人同在，亲自医治安慰因的心神。明年是富强教会就要迎进50禧年，感谢主伫富强教会兴起一群委身伫你的牧者甲会友，透过牧者的团队、团契、小组的传教事工，愿福音传遍这个城市，互富强教会成做一间健康活泼、丰盛的教会，一间满有上主荣耀同在的教会。这时，阮恳求信神同在，赐予安静的心，互阮专心领受你的话语，透过詹牧师今早起所要传教的信息，上帝话语的大能力来成做阮的信仰甲生活的提醒甲学习。赐阮今早起的聚会甲敬拜，阮甘心伫你面前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求，阿门。享受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记载伫今仔日有2位的圣经节。第一位的圣经节伫以斯拉记第7章第8节到第10节。迄年的5月，以斯拉倒转来到耶路撒冷。正月初1，伊对巴比伦起身；5月初1就到耶路撒冷，因为伊的上帝施恩的手帮助伊。以斯拉专心研究佮实行上帝的律法。将规例命令教导以色列人。第2位的圣经节伫提摩太后书3章15节到17节。
你嘛知恁对细汉就明白圣经，即个圣经会当互恁的智慧，通过信基督耶稣得着拯救。全部圣经是上帝神感动写的，对教导、对督责、对纠正、对训练人行正路，拢有利益。互服侍上帝人装备好势，通做逐项好事。圣经读作者，愿主赐福听通伊话的人。赞美，请管弦乐团赞美，因所要献的诗歌是《四季春》。演奏后，请詹牧师讲道。今早起所要传讲的信息是：上帝话语的大能，请咱恭敬来领受。各位兄弟平安。诗篇150篇讲，咱着学乐耶和华，伫伊的圣所来学乐伊，着分号角、逐项的乐器、拍鼓、跳舞来学乐伊。所以今仔日我们用弦乐四重奏来学乐上帝。拄好即马是春季，就是迄个春季吼，春天吼。牧师伫几礼拜前又用罗马书第1章23勉励咱，着对上帝美好的创造来认捌伊。所以我们用，阮今日要弹的是迄个维瓦第4季的春天的春。迄条诗歌内底，伊要描述迄个春天到的时阵，花草要繁衍，赤鸟啊伫遐飞来飞去，公的甲母的伫遐对叫。咱会当听到溪水咧流，风微微啊吹，但是忽然间会打乌云，会闪电，落大雨。但是当雨停的时阵，既然有活开的，拢要倒起来学到耶和华。所以这是咱要用这条四季春来学到上帝。
感谢上帝，互咱用无共款的方式，会当来敬拜俄勒伊。咱嘛看见咱的教会有侪无共款的恩赐，会当伫上帝的面前，会当来做伙服侍伊。这是咱教会上大的一个恩典。咱有人会当唱歌，用乐器。咱嘛有无共款的服侍，伫教会中做伙伫遮敬拜。也每一个兄弟姊妹热心伫遮敬虔参与伫每一场的礼拜，所以透过今早起时的音乐，也透过早时咱伫遮做伙敬拜，也将一切荣光来归乎咱的上帝。所以咱即时嘛要搁一摆来透过圣经的话语来搁较认捌咱的上主。伫咱开始分享上帝话语进前，咱搁一摆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互阮伫早起时会当来亲近你，会当来朝见你。透过阮分别阮的时间，透过阮奉献阮的才能，奉献阮一切，来回应着主你的恩典。求主你帮助，透过阮今仔早起时礼拜的时间，透过阮伫遮听你话语的时间，搁一摆，互阮的性命得到帮助，互阮的性命得到成长。求你也透过你的话，搁一摆，互阮看见着你圣经内面的亮光，也帮助阮，互阮伫即时通安静阮的内心，专心来到伫主你的面前，注神伫你的话语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今仔牧师要和大家做伙来分享，做伙来礼拜的这个系列。牧师伫前几届的分享中，有和大家做伙透过圣经的话语，咱来了解为虾米咱每一个主日，咱拢爱伫遮来礼拜敬拜咱的上帝。每一个主日，咱伫遮敬拜，伫遮学乐，伫遮祈祷，来追求上帝的心意。但是搁较重要，伫规场礼拜时，牧师伫这个系列的头一讲，牧师就讲，伫这个敬拜的中心，也是伫这个礼拜的中心，上重要的，就是有上帝的话，伫咱每一届的聚会当中。所以，咱爱了解，伫咱每一届的聚会，每一届的组织，无论是伫主日的礼拜，也是当咱有机会小组团契的时阵，咱拢爱非常清楚，是爱有上主的话语做重心。所以，牧师今仔要搁一摆和咱来分享，透过上帝话语的大能，透过每一届咱伫遮主日的时，透过上帝的话来互咱得到帮助，也互咱透过上帝的话语找到人生的方向。拄仔牧师有讲到，其实伫咱的礼拜的中心，其实拢充满着上帝的话语。当咱看咱的周报，咱就会发现，咱周报其实，特别是伫第一堂礼拜，咱就非常清楚，咱有3个无共款的部分。第一部分，当咱到伫要读圣经进前，咱的第一部分，咱拢叫做静候上帝的话，也是讲听候上帝的话。然后，咱就到伫即马礼拜的这个部分，叫做享受上帝的话。然后，当咱的讲道结束，唱回应诗要奉献的时，到最后有应答上帝的话。所以，咱看见对礼拜一开始，到伫礼拜要结束的时，拢不断伫一个中心的内面，就是伫上帝的话。所以，咱搁较爱清楚明白，咱每一届来主日的时，每一届参与聚会的时，咱就爱将上帝的话放伫中心。伫过去宗教改革的时代，当时的人为着要宗教改革，因为伊面对罗马天主教的腐败，罗马天主教迄个时阵，因将权力全部拢掠伫迄个较有权势的人的手中，拢掠伫遐教皇的手中。然后因定非常侪的规则，或者原本的信徒可能感受到非常大的压迫，互因伫因的信仰内面无法度通自由会当来真实认捌着因的信仰。所以伫宗教改革的迄个时代，遮的宗教改革
的人，因就开始咧思考，要安怎搁一摆，互遮的信徒会当真实转到伫上帝话语中，会当真实找到信仰。所以因伫迄个时阵，因就提出有五个独一的代志，唯独的代志。第一个，因就讲，伫信仰内面唯独圣经；第二项代志是唯独信心；第三项代志是唯独恩典；第四项代志是唯独耶稣基督；最后一项因讲是唯独上帝的荣耀。因提出这五项，代表因面对过去迄个罗马天主教的腐败，面对过去因伫信仰中的迄个压迫、无自由，因提出一个新的看法，提出一个新的道路，互人看见，伫这个真实的信仰内面，应该什么才是独一的，什么才是重要的。特别伫咱介吉中，伫咱这个教会内面，咱看见。特别伫唯独圣经内面表示，就是圣经是咱信仰中上重要，而且是上悬的一个权威。所以加尔文这个非常重要的解决者，伊就讲，伊讲礼拜的中心就是爱传扬上帝话语，互人透过礼拜会当明白上帝的教示。牧师拄仔一开始讲，礼拜是用上帝做中心，所以咱看见有三个部分，有听候上帝话。享受上帝的话，应答上帝的话，但是咱知每一个部分拢是上帝在对咱讲话，每一个部分拢是上帝在对咱讲话。无论咱透过咱的祈祷，透过咱的读经，透过咱的启应，透过咱的奉献，透过圣歌对因的儿乐，透过咱每一个礼拜的听词，其实拢是上帝在对咱讲话。所以，当咱每一摆来礼拜，咱就爱好好啊思考，嘛好好来领受。伫今日的礼拜中，我敢有领受到上帝的话语？我敢有伫礼拜某一个时刻、某一个听书内面，看见上帝在对我讲话？所以，加尔文主张讲，一场礼拜、一场敬拜，上重要的就是找到上帝的话语。去了解上帝话语的大能，了解上帝话语要对你生命的提醒，了解上帝话语对你生命的改变，这是咱每一摆聚会、每一摆聚集、每一摆一只礼拜上重要的意义。所以，伫罗马书第10章17节，保罗安尼讲，伊讲相信是对听来的，听是对耶稣基督的话来的。当咱相信。咱为什么会相信？一定有人甲你讲嘛。你无可能忽然间就相信，也是你忽然间了解啊。一定是有人甲你讲，也是你有听到。有人可能甲你分享，有人可能甲你讲，你听到啊，你相信。但是这个甲你讲的，互你听到的，伊为什么会当讲？是因为伊嘛非常了解耶稣基督的话，伊非常了解圣经的教导，什么是真理。所以，当咱伫遮听的时，当咱伫遮相信的时，咱来了解源头对来。这个上帝话语的大能，上帝话语的源头是对来。所以，互咱搁一摆思考，透过今日的信息，也透过今日礼拜，互上帝话语搁一摆感动咱的内心，互上帝话语搁一摆伫咱的生命中产生伊大的快乐。咱今有2段的经文。第一段经文，咱看到伫这个以斯拉第7章记载一个故事。过去迄个时代，以色列人互人收掠到伫远远的所在，到伫巴比伦远远的所在。但是上帝施恩保守因，互因会当转到伫因的故乡耶路撒冷。因有3届会当转到伫耶路撒冷的机会，其中有一届有一个。非常重要的人物，就是咱今仔所看到的这圣经的一个人物叫以斯列。伊原本是伫王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，但是伊愿意放弃伫迄个王宫会当享受的机会，伊选择转到伫耶路撒冷的所在，和伊的遮的民族、和遮的百姓的人做伙生活。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代志爱做，就是教导遮以色列人，帮助遮以色列人。重新找到上帝的话语。过去以色列人因为什么受掠？为什么拄到遐大的困难、遐大的征战？就是因袂记得上帝的话语，爱藏伫因的内心，爱藏伫因生命的中心，
咱拄仔所读的启应文《申命记》第6章，咱拄仔有读到，伊讲爱将迄个话放伫心中，无论坐咧，还是咧行路，拢爱自神的爱记咧，爱随时暗念，爱伫手做记号，爱伫头壳，爱伫头壳做提醒。但是迄个以色列人过了几廿代，过了非常久的时间，因却袂记哩这项代志，直到因受到非常大的压迫，直到因的规个民族受到真大的征战。所以意思啦，这个时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，就是转到伊的百姓，转到这个民族中，甲因搁一摆提醒讲，应该爱转到伫上帝话语，互因搁一摆经历上帝话语的大能。其实因会当转到伫以色列，转到以色列人转到伫耶路撒冷，已经是经历着上帝的大能啊，经历着上帝话语的大能啊。因为上帝过去透过先知甲因应允讲要互因转去，但是即马确实发生啊。但是以色列认为透过上帝互伊的感动，伊认为应该爱互以色列人真正将上帝话语放伫因的心中，放伫因生命的中心。虽然咱所读的经文，咱看见这个以色列。我特别用无共款的色，互咱来看。伊一生专心，咱看见伊是一生专心。伊伫伊个有活命的时，当伊生命有喘气的时，伊一生拢专心伫研究、实行、教导。咱看见伊的生命，伊将真实将伊的将上帝话语放伫伊的生命。伊是一生专心不变，就将这项代志放伫伊的心中。这互咱一个足大的提醒。咱敢有一生将上帝话语放伫咱的心中？咱敢有专心不变将上帝话语放伫咱的心中？咱敢有不断研究、实行，甚至用咱的生命甲别人分享上帝话语的快乐？当以色列伊转到伫耶路撒冷的时，当伊转到伫迄个所在，伫一段的经文，咱今仔无读到的，是伫伊转到伫耶路撒冷，伊就带遮的所有的以色列人，伊才个将因聚集做伙，然后伊将一切会当听明白的全部的人拢带到伫水门。迄个快的所在，然后以色列为早起，一直讲到下晡，一直讲上帝话语。然后伫迄个所在，全部会当了解、会当听的人，因拢非常自信的听，因拢非常自信的听。然后经文安尼讲，当以色列拍开圣经的时，当上帝话语伫遮百姓的面前的时，全部的百姓就徛起来，自信听上帝的话。咱看见，当这个以色列人因搁一摆找到上帝话语的时，因是偌尔啊宝贵，偌尔啊带着一个敬畏的心。这段经文后壁继续描写，当这个以色列人听到上帝话语的时，因流目屎，因为因感动啊。但是以色列甲因讲，毋通只有伫遮流目屎，爱将听到的，爱将恁一遮领受的喜乐带转去恁的厝，分享互其他的人。所以，咱看见以色列伫迄个所在，伊帮赞遮以色列人，搁一摆明白上帝话语的大能。而当遮以色列人听到的时，内心感动，真正是蒙着因的心。所以，今透过第一段的经文，以色列圣经对的描写，嘛，互咱来学习，咱安怎来经历上帝的大能。所以牧师，来和大家做伙来做伙来看这段的，搁一摆来看第二段的圣经吼。咱拄所看的意思，咱看一生拢非常专心。然后咱拄读到第二段的圣经，是记载伫新约，保罗写互伊的学生，伊嘛是伊非常好的同工。提摩太，牧师头前有一段圣经，袂记你藏入去。伊讲，这是你对你细汉就了解明白的圣经。这本册，互你有智慧，
互你借着你信耶稣基督会当得救的迄本册。全部的圣经是对上帝的灵所写的，对着教导真理、督责、指正过错、指示人生的正路，拢有利益。不如甲提摩太讲，这个册是对你细汉的时阵，你就明白啦。可能有兄弟姊妹讲啊，我无一定细汉就伫教会啊，我可能是已经真做成年，我才来受洗，我才认捌这个信仰啊。我毋是对细汉就认捌这个圣经啊，这个圣经写讲对细汉，但是无需要讲，这个对细汉的意思是，当咱开始读圣经的时，当咱认捌这个信仰的时，这是咱生命中的细汉，咱属灵生命的细汉。但是当咱在细汉的时，咱就开始认捌这个信仰，咱就发现这个圣经带互咱智慧，这个圣经带互咱人生的方向，这个圣经的话语。带互咱生命会当改变、更新的机会，所以牧师有3个要和大家做伙来分享。第一项，当咱专心研究上帝的话语的时，无论亲像以斯拉伊一生专心研究，还是提摩太伊对细汉就专心在看了解这本圣经上帝的话语，拢互咱会当做伙来想。第一项，拄仔提摩太的前书有卡到，伊讲。这本册是互你智慧，引带你会当信耶稣基督得到拯救的迄本册。所以这本册上帝话语的大能带互咱啥？带着咱，互咱得到生命真实的智慧，互咱明白什么叫做救恩。伊带互咱真实的智慧，互咱知什么才是救恩。世间有侪无共款的册，世间有无共款的学问。但是，咱看见圣经，互咱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证明，伊毋但互咱得到知识，上重要是互咱智慧，互咱会当明白什么是对，什么是咱人生应该爱行的道路，搁较重要是互咱认捌救恩。一般咱看到世间的学问，可能是要救家己。因为互家己搁较有学问，会当伫这个世界，伫人的当中，会当和别人无啥共款，因为你认捌搁较济。但是伫圣经内面的话语，毋是知识尔，伊是智慧，互咱会当得救，毋是救家己，是透过耶稣基督伊的救恩，互咱的生命得到拯救，毋是透着家己的困难。然后咱看见提摩太后书第2段的经文，伊嘛讲。因为这本圣经是受到上帝圣神感动，对着教导真理，会当指责错误。第二项牧师要分享的是，透过读圣经，咱的生命会当有真实真理的教导，调整咱的眼光。当咱一出世的时阵，咱就受到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影响；当咱出世的时阵，咱可能受到咱家庭的影响，直到咱在看代志。直到咱的想法，拢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，拢受到这个世界的文化、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影响。但是圣经互咱一个新的道路，伊有真理的教导，伊有真理的教导，互咱有一个新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，有新的眼光看咱四周围的人，有新的眼光去看咱家己，也有新的眼光去看到这位疼咱的上帝。第三项。伫提摩太前书伊嘛讲着，这本圣经伊毋但互咱调整眼光，会当改变看见咱的错误，伊嘛指示咱人生有行伫正路，互咱的生命得到利益。咱看见圣经上帝的话语，毋但互咱得到智慧，互咱会当调整眼光，搁较重要。调整眼光，就是爱互咱的生命，互咱人生的道路，真正行着一条正路，互咱真正行着一条正路。所以，当咱每一届在读经的时阵，当咱每一届会当到伫上帝面前来看伊的话语、听伊的话语的时，当咱会当专心伊的面前来互咱了解。这本册圣经上帝话语，毋但是话尔，毋但是文字尔，伊是有气力的，伊是有气力的。这个气力是带互咱生命的气力。
会当互咱有智慧，认捌救恩，互咱真正认捌着真理，毋是对即个世界的价值观，毋是对即个世界的文化，互咱调整一个新的眼光，互咱人生会当行伫正路。有一个故事，安尼讲，有一天有一个青面的人，伊到伫伊的一个好朋友因兜，然后因伫遐食暗顿，非常欢喜。但是当食暗顿结束的时阵，已经非常暗，天色非常暗啊。所以伊即个好朋友就甲即个青面的人讲：我借你一个手电筒。我借你一个手电筒，因为外口足暗的，看袂着路。啊，但这青面足生气啊！你借我手电筒，我着看无啊！你借我手电筒要创啥？伊非常生气。但是这个主人甲讲：我借你，我互你光，毋是要互你看。伊讲我知你看袂着，但是我互你光是要防止别人弄着你。是要防止别人可能会无小心无看到你。这个故事其实甲咱讲一项代志：当一个人可能伫黑暗、伫看袂到已经惯势的时阵，伊对光、对别人的提醒，可能就会感觉非常的生气，甚至认为无重要。当一人已经习惯伫家己的价值，当一人若是习惯伫家己的想法。一人若习惯伫家己已经行伫黑暗中，拢无发现的时阵，伊会对上帝的话、对别人的提醒，可能感觉哪会是安尼？哪会是安尼对我讲话？所以上帝话搁一摆帮咱，互咱有一个新的亮光，互咱看见咱生命中的黑暗，互咱看见咱生命中爱改变的所在，行伫伊的正路。所以咱每一摆在读圣经的话，每一摆听伫上帝话语的时，咱嘛拢爱向上帝来祈祷。咱会当向上帝来做两个祈祷。第一个，咱向上帝来祈祷，讲上帝啊，透过我研究你的话语，透过我看你的话语，求你来指教，求你来指导我。第二祈祷，你嘛继续甲上帝讲，上帝毋若是指导我，你嘛引带我。毋若只是改正，毋是只有互我看见，你嘛继续引带我。当咱每一摆研究上帝话语、读上帝话语的时，咱拢会当安尼甲上帝祈祷：主啊，求你教导我；主啊，求你引带我。所以，咱的生命拢需要有一个新的亮光，就是上帝话带伫咱的头前。毋知大家敢有伫真正足暗的路，还是伫真正足暗的所在行路过？我和吴师娘结婚的时阵，阮迄个蜜月旅行，阮到伫冰岛。然后阮到伫冰岛的时阵，阮选择阮家己开车，然后阮踅冰岛踅一日。有一天，阮到伫一个所在，结果伫迄个所在游览伤久啊，我乃紧赶到后一个所在，到暗时大个。但是冰岛迄个所在，伊是一个样啊比人搁较侪国家，所以路拢无啥物人。然后冰岛迄个所在，伊的道路拢非常的宽。然后阮伫赛车的时阵，迄个时阵搁拄好搁落雪。然后赛到一半，遐个所在嘛拢无路灯，完全无路灯。所以当我伫赛车的时阵，涂骹会滚。手嘛一直搓，我唯一会当倚靠的，只有我头前迄个细的我的车顶，因为迄时阵搁伫落雪，看出去迄个视线毋是足好的，看袂到，所以无顺利规路一直咧祈祷，我非常专心，无顺伊规路祈祷，所以迄个互我一个经验，有时阵。咱着需要一个小小的灯，虽讲真正可能无法度看到头前足远的道路，可能无法度看到全部，但是伫迄个细细的电火、细细的光，悠然一步一步来进行，行紧，行慢，
总有一天会到。但是上惊的是永远徛咧，拢无爱进前。上帝的光、上帝的话语放伫遮，但是咱敢愿意进前？我看这两个图片，这个较圆的这边，这个较圆的图片，是过去以色列人因暗时爱点电火。咱看圣经上讲，伊爱点灯、油灯，就是这个油灯。但是倒边另外一个这个较长的这个就是啥？圣经在讲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以色列人因暗时爱出门的时阵，共款嘛无路灯，但是因会将这个灯绑伫因的脚，所以你看这个圣经的时阵，你就会了解哇，什么叫做脚前的灯？因将迄个灯绑伫因的脚前，虽讲迄个灯，迄个蜡烛毋是足大，但是当因行一步的时阵，伊就看见行迄步有光，行迄步会拄着啥物代志。但是当伊行的时阵有光，伊就搁较稳定，搁较坚定，继续行落去。所以咱看见这个经文，嘛咧甲咱讲，你的话是引带我，你的话引带我的道路。你的话是我生命路上的光，可能迄个光毋是足大的大光，毋是互咱直接就看到，可能是非常细的光。但是当咱一步一步行的时阵，咱就看见上帝的光伫咱的生命不断地带领咱。19世纪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宗教家，嘛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讲道者，叫司布真。伊讲啊一句话，伊对这句圣经有伊家己的一个解说。伊讲：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。伊讲咱拢是这个世界，伫遮旅行，常常咱互上帝呼召可能到伫一个黑暗的所在，互咱无伫这个真理的亮光来，互咱家己来冒险，跌到滑倒。每一个人拢应该来非常明白，而且惯势来使用上帝的话语，然后会当看见道路，体验其中的滋味。当黑暗四周围围绕伫咱的四周围时，上帝话才会亲像伫小的火一样，显明咱头前的道路。有时阵咱的生命，咱伫这个世界，可能真正会拄着亲像黑暗伫咱的四围。但是上帝话，当咱不断去操练、不断去明白、不断去研究、不断去发现，这个光伫咱的生命，真正是互黑暗包围的是。但是当咱骹步踏出去，你就发现这个细细的光，真做是一个大光，真做是你生命的帮站。所以第一，互咱做伙来学习的，就是专心来研究、专心来明白。第一项，无需要和大家分享的，毋单是专心来研究，毋单专心明白，嘛爱专心来遵守上帝的话语。那么爱专心来遵守上帝的话语。伫约书亚记第1章第8节，当约书亚要带以色列人进入去迦南地进前，上帝甲约书亚安尼讲：这个律法一切毋通离开你的喙，你着爱暝日拢来思想。互你会当遵守实行这个册所写一切话，安尼你的道路会当行通，凡事顺利。咱看见上帝甲约书亚交代这项代志，我特别嘛用红字甲扣起来。伊讲毋通离开。上帝甲约书亚讲毋通离开，毋通离开啥？毋通离开你的喙，毋通离开你的心，暝日拢爱去思想，互你会当遵行实行上帝的话，直到互你凡事行通顺利。所以透过这个经文，牧师嘛有3个会当含做伙来分享，安怎来遵行。第一个，就是咱的心、咱的喙无离开上帝的话，咱的心、咱的喙无离开上帝的话，放伫咱的内心。放伫咱的生命内面。第二项代志，就是暝日拢不断思想上帝的话，暝日拢不断来思想上帝的话。特别咱伫教会的时，特别咱伫教会会当参加自浸，咱有小组的时阵，咱搁较爱
建立一个文化，就是时常用上帝的话诚做是咱的祝福，时常用上帝的话诚做是咱彼此的祝福，互咱的心，互咱的喙，拢无离开上帝的话语，明日嘛来思想。第三啊，就是互咱不断信靠上帝话语带来的大能，互咱不断去信靠上帝的大能。有时阵咱可能会讲，是啊，我拢真注意，我拢有专心研究，我嘛看起来我拢嘛有真专心伫遵守啊。但是为虾米我每一届伫看上帝的话语，还是伫听的时阵，我拢无感动？为虾米我拢感觉遮个毋是咧对我讲话？为虾米我每一届是拢感觉这就是一个故事啊，这就是一个文字啊？咱知伫圣经内面，圣经内面有一个伫圣经信仰内面有一个故事，伫信仰内面有一个池啊，伊叫做白石台的池，的水池，白石台的水池。迄个水池，伊迄个圣经的故事安尼描写，当迄个水叮当的时阵，就代表有天使来，然后需要有人有破病到伫迄个水池内面，会当得到医好。所以有一个故事安尼讲，有一届，上帝佫差派天使要到迄个水池，要去用，就迄个，互迄个水池的水会当叮当。但迄个天使落去啊，结果伊转来，上帝甲讲：奇怪，这届哪会无人得到医治？上帝讲：奇怪，我派你落去啊，到迄个水池啊，你哪会无去将迄个水池做叮当？这届哪无人得到医治？这个天使转来，就甲上帝讲：因为水池内面无欠水。转来，这个天使甲上帝讲，因为这个水池内面拢无水，无人欠水，我无法度通叮当。其实这个小小的比如的故事，在甲咱讲，为啥咱感觉无感动啊？是因为咱无将咱的内面无准备好，咱无真正将上帝话充满伫咱的内面。咱可能认为讲我着看足济啊，我啉嘛足济啊。但是咱敢有真实准备好，当上帝话要进入伫咱的内心？对咱讲话时，咱敢有准备好？咱敢有亲像我迄个小小的故事讲，敢有欠水伫咱的生命内面？咱敢有将上帝话放伫咱的生命内面？直到上帝要对咱讲话时，上帝真正要叮当咱的生命时，咱会当得到感动。所以，伫约翰一书第1章第2节到第3节安尼讲，咱若遵守上帝的命令，咱就知。咱真实的捌伊，咱若遵守上帝的命令，咱就知咱认捌伊。所以咱拄仔所读约书亚记最后，上帝嘛安尼甲约书亚安尼应允：当你的心、你的喙拢无离开我的话，当你真正暝日拢伫思想我的话，当你真正将这个话放伫你的心，诚做你生命中唯一的倚靠时，我就来帮助你的生命。我着来祝福你的生命，互你一生的道路拢行通，拢顺利。所以第一部书和大家分享是爱专心去遵守上帝的话语，透过不断去思想，透过将上帝的话语放伫咱的心，咱来认捌上帝话语的大能。最后，牧师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经历上帝话语的大能，就是专心活出上帝的话语。咱拄仔透过一开始讲的意思啦，伊是讲伊专心研究，伊专心遵守实行。但是第三项，伊是讲伊教导。但是牧师要讲教导，毋是只有讲尔，讲诚重要。但是上好的教导是透过生命活出上帝的话语。毋若只有喙讲用教导尔，是活出上帝的话语。伫雅各书第1章23到24节，伊就讲，迄个听道的，但是无去实行的，就亲像一人伫照镜，看到家己的面，但是看一个啊，然后行开，伊就袂记得家己的模样啊。伊讲听道理的，但是无去实行的，
只有听，真做是知识，真做是敢若着看到一个故事尔，但是要去实行的，就亲像看得照镜一样。我照镜，照了后离开，就搁袂记啊。所以上帝的话，其实因嘛亲像一面的镜。上帝话亲像一面的镜，伊会当照出咱生命的本性，会当照出咱生命的真实的模样，互咱有改变的机会。当咱照镜时，咱一定是看咱的衫敢有穿好，一定看咱的面敢有物件，无可能讲你看你照镜看到面才有饭了，你无退落来，搁行开嘛？你袂到镜的面前看到衫无穿好，你无可能就搁离开嘛？一定会将你的衫整理好，然后才离开迄个镜。伊互咱有一个改变的机会，伊互咱有一个当转变的机会，但是嘛，在伫咱敢愿意转变啊？镜放伫遐，咱照啊，但是咱敢有愿意去调整？上大的问题是，有时阵咱可能认为讲我了解真济啊。上大的问题是，咱认为咱已经了解真济啊，却袂记哩这无真实经历着伫咱的生命，却袂记哩上帝话的大能真实经历伫咱的生命内面。所以伫哥林多后书3章18节嘛讲，当咱圣人将咱的面会当看见主的阳光的时，就亲像镜照伫咱的身上，咱就变做是亲像主的模样，阳光加上阳光，就亲像为主的圣神所改变更新的。所以咱知上帝话语毋是要满足咱的需要尔。有人读圣经里，哇，这上帝内底拢是祝福的话，内底拢是我拢是充满祝福的，拢是帮助我，拢找好的就好啊。但是上帝话毋是互咱得到心安尔，上帝毋是互咱只有找到一个宗教的平安尔。上帝话是要转化咱的生命，上帝话语的大能是要互咱会当满足上帝的需要，互咱会当活出伊的心意。上帝的话是要互咱活出伊的心意，满足伊的心意，毋是互咱家己的需要尔。所以最后伫提摩太前书3章17节，伊嘛讲，伊最后就讲，爱互侍奉上帝人得到充分的准备，会当来做各样好佮水的工作。透过上帝的话，互咱会当得到充分的准备，互咱生命得到充分的准备，更新改变，会当去做上帝所欢喜、上帝所喜爱的代志。所以，无需要讲，敬拜也是礼拜，其实就是咱的生活。咱的生活其实嘛是一场的礼拜，也是一场的敬拜。为什么安尼讲？无需要讲，一场的敬拜上重要的中心是啥？就是上帝的话语。其实咱每一天，毋是只有主日礼拜，才叫礼拜尔，毋是只有才叫做爱敬拜。咱逐日拢过着一个敬拜的生活。但是敬拜的生活上中心是啥？就是上帝的话语啊。所以，互上帝的话语真做是咱生活的方式，互咱的生活就是活出上帝的话，互咱生活用上帝的话，就真做是咱生活的方式，互咱的生活就是活出上帝的话。所以牧师嘛，最后要搁一摆鼓励，毋若是咱伫主日的时阵，咱只有这2点钟，还是1点半钟的时阵，伫遮领受上帝的话语。伫你平常时，你犹原嘛应该爱安尼做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所以伫咱教会，咱看见其实这几日当咱拢有推行读经的运动，无论是1档读经，还是2档读经，牧师拢真鼓励大家做伙来参加。也是你有家己读经的计划，你有家己咧读上帝话语的计划。有时阵可能一人会感觉啊，读了无趣味，还是读的就无动力。你会当找你的好朋友，你通找你边仔兄姊妹做伙来读。亲像这个社青基的牧区，因就有成立一个群组，因就做伙，逐工伊拢回报进度，讲我有读。
然后看到有人有读我无读，因就会紧赶起来，讲我嘛爱读。有时咱需要大家互相提醒，大家互相来扶持。所以第一项无需要嘛，甲大家鼓励，继续有灵修的生活。无论你是教会的进度，还是照你家己的进度，你拢永远爱和上帝话爱有密切的连接。第二个，你嘛通透过去背圣经，透过背圣经，咱教会每一档嘛拢有12句的圣经，咱到伫年底咱嘛会验收。当然，圣经话毋若是12句尔，有非常多，但是你通透过背圣经的话语，真做是你生命中上大的帮助，真正将上帝话藏伫你的心内。然后你嘛通第三项，无须嘛鼓励大家，咱伫教会嘛不断这几档在推行抄写圣经的活动，特别是咱的双年团契，无须在双年团契有几个兄弟姊妹，毋若抄一本尔，搁抄几六本。当然，这毋是一个比赛。这毋是讲我抄非常多，代表我非常厉害，毋是，是透过在抄写，透过这个在写的过程嘛，搁一摆思考，搁一摆想上帝话语对我生命的重要。所以无须搁一摆邀请也鼓励，互咱知敬拜毋是只有停留伫遮，上帝话语嘛毋是只有停留伫遮才有听到尔。敬拜就是咱的生活，礼拜就是咱的生活，生活也是礼拜，生活也是敬拜，所以，互上帝话真做是咱生命生活的方式，也互咱的生命活出上帝话。愿上帝赐予咱每一届，无论透过主日礼拜，透过咱个人的灵修，透过每一届会当亲近上帝话语的时阵，拢感受到上帝的大快乐，带予咱生命的改变甲更新。这是咱要来唱一条回应的圣诗，圣诗195首，圣诗195首。这条诗歌是我的心是土地，咱嘛透过这条回应的诗歌，搁一摆来向上帝恳求，求上帝真正互咱的心亲像一个柔软的土地，将伊的话种伫咱的内心。咱做来唱这条回应的诗歌，然后咱为着几项代志，咱做伙来讲道。我的心是土地，爱情的你的话，若是阮困在背，就要结实坐坐。你的话是真情，伫我心紧不移，我若深情我醉，就要结实蕊蕊。主的道是真理，要中大伫心灵，时常勉励教示，行出奇。这是咱为着几项代志，咱做伙来祈祷。第一项代志，咱为着咱个人来祈祷，求上帝帮助，互咱透过咱每一届会当亲近上帝话语的时，无论伫礼拜，无论伫小组，无论伫个人的灵修、个人的读经，拢互咱会当真实感受到上帝在对咱讲话，感受到上帝话语的大快乐。咱嘛向上帝来求讨，求上帝真正透过伊的话语，不断来教示咱，不断来引带咱人生的道路。咱嘛特别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，为着咱教会要准备建立50周年，互咱的教会不断行伫上帝的心意中，也为着教会最近在筹备侪的活动、侪的事工来祈祷，求上帝透过这个事工，透过这一切所举办的聚会，
拢互咱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嘛得到成长，得到利益。那么为着咱教会中每一个需要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无论是伫周报中，还是你所认捌你厝内的人，还是任何的兄弟姊妹，咱拢做伙开喙为因来祈祷，求上帝来帮咱引带。咱做伙开喙为着这几项代志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咱感谢你，主啊，感谢你，好，这是一切当中主啊，是看过，是的当中，主啊，感谢你，好，这是的当中，好，这一切看过，这是的当中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感谢你，是的当中，主，阮搁一摆来感谢你，阮出声祈祷。献上阮对你的心意，主啊，因为阮知你赏赐你宝贵的话语伫阮的心中，你赏赐你宝贵的话语，互阮通听，互阮通读，互阮通明捌主你的奇妙。主啊，求你帮咱，互阮透过明捌你的话语，透过亲近你的话语，透过每一届，阮伫你的话语中。所敲出的，拢互阮得到生命的利益，得到生命的亮光，也互阮透过每一届亲近你上帝话语的时，来引带阮人生的方向，互阮每一人的内心，也会当来亲像一个柔软的土地，将你的话栽种伫阮的心中，互你上帝话语的大能不断来改变阮。不断来更新阮，互阮活出一个你所欢喜的生活的方式，也特别为阮的教会来祈祷。主啊，帮助阮的教会，互阮的教会也真正起坐伫你的话语顶面，互阮的教会会当通过你的话语，通过对你的认捌，来行往你所欢喜的道路。特别求你帮助引带伫阮的教会，要进入第50禧年。这个重要的年份，互阮透过无共款的聚会、无共款的事工，透过阮每一人的参与，也透过阮的每一个兄弟姊妹所献上的一切，互阮搁一届来得到利益，也看见主你的恩典伫阮的教会不断地显现，也看见着主你的作为伫阮的教会不断来互阮经验着你的奇妙。主啊，也特别帮咱伫阮的兄弟姊妹中，有需要、有软弱、有拄着困难的，求你伸出你施恩的手来引带因，互因来得到透放，互因来脱离灾害，互因通对你有仰望，互因通会当专心来倚靠你。主啊，因为你是因的上帝，你是因一生的保护，你是因一生的引带，求你大大赐福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，也搁一届将阮的教会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求你来引带，也求你来保护，互阮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顶。你献上阮满心的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这时咱将时间交咱的师会。这是向咱三甲的奉献。
请咱去用奉献的诗歌。请坐。一周一金句，请咱来看咱周报的最后一页的后面的下骹，吼，咱来读两解。耶稣甲因讲：“我就是互人得到活命的饼，来我遮一定袂枵，信我的人一定袂喙焦。”约翰福音6章35节，咱搁来一解。耶稣甲因讲：“我就是互人得到活命的饼，来我遮一定袂枵，信我的人一定袂喙焦。”约翰福音6章35节。这是我来报告。请咱来看周报的第2页。下周的主日是台南神学院的奉献主日。第是台南看西街教会黄牧师伫咱下周日来本会正道请安甲募款。下周的书会是林佩妮执事。咱来看咱集体交通的第4页。本会消息咱看第1点，本会伫下周日的3月23要召开第1季的中职甲首长联谊合会的会议。伫咱的礼拜三1点半，伫2楼的会议室召开，请中职搁咱的团队首长为咱准时来参加。咱来看第5点，亚光集团伫咱3月22拜六，伫本会要演出新的戏剧《金宝头》搁《纸地仔公主》，伫3月22的拜六透早的9点半。伫咱本会咧来表演，所以咱来邀请咱的兄弟姊妹、朋友甲细囝，也是咱麦当个人的细囝，邀请因的同学做伙来观赏，来传扬咱的福音。咱来看第6点，教会装备服侍团队的报告。咱本会伫下主日3月23要颁发2025年3月份的奖学金，甲2024年读完全本的圣经。背诵金句，佮抄写圣经完成的奖励。下骹的名单请咱家己看，佮嘛请咱会当出席来领奖。咱来看第6页，集体交通部区佮团契消息的第3点，主题的消息。第1点，咱富强教会的彩虹集团，伫3月29拜六透早10点到11点半。伫咱的教育中心的地下室，由咱的富强教会彩虹集团的儿童音乐剧，伊的题目是真做祝福。欢迎咱嘛邀请咱的细囝，还佮咱附近的兄弟姊妹、厝边，做伙来欣赏即个剧剧，真做祝福，真做因生命中的祝福。以上报告，咱请牧师补充报告。台先牧师先来介绍，有对美国转来的岛谦顺牧师夫妇，伫啥物所在？好，来请恁起立，咱来欢迎，是欢迎，来请坐。哦，加拿大吗？哦，为加拿大转来，好，歹势，为加拿大转来，好，欢迎。好，牧师伫遮有几项代志大家来补充来报告吼。第一项就是
咱拄啊，事会已经甲咱报啊非常清楚吼。咱后礼拜拜六的早起是伫遮有一个剧团的演出，就是咱的亚东剧团伫遮演出。然后搁过迄礼拜，咱嘛有一个剧团要来演出吼，所以咱有连续2礼拜拢有戏剧的一个演出，所以邀请大家会当做伙来参与。牧师要特别来报告，就是咱已经开始吼，对。顶礼拜已经开始吼，就是咱有推动受难酒前40天的禁食的祈祷。虽讲这个事工已经开始，但是牧师犹原邀请大家会当来参与，就是就是即摆已经开始1礼拜啊，但是你犹原会当加入，你犹原会当加入这个祈祷的祈祷的这个事工中，为着无共款的事工做伙来祈祷，也特别伫这个受难酒前的40天。嘛，透过祈祷，透过默想，会当来思考上帝甲咱的关系。然后伫这个国外节，咱看伫周报第3点有讲到，4月20是咱国外节的主日。国外节的主日，咱除了有圣餐以外，咱犹原嘛举行圣礼典。所以邀请你若有意愿要准备要来洗礼，要来进入来诚做这个要准备要洗礼的兄弟姊妹，你会当到伫办公室，会当来摕报名单，会当到伫办公室摕报名单来填写，然后来交互咱的干事。佫有2项代志，牧师爱特别请咱做伙来关心，就是伫咱下晡等下晡2点半，伫咱的4楼，咱有要举行一场的告别式，是咱教会的。邱清如老师就是凤珠姐先生，伫咱等下下晡2点半，特别伫遮举行告别礼拜。这个清如老师和凤珠姐因厝内人拢无信主，所以因嘛希望讲会当透过这场的追思的告别礼拜，嘛，互因的家族的人嘛会当做伙来。有机会听到福音，来有机会嘛来看见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兄弟姊妹若是时间会拄好，牧师嘛邀请会当做来参加，嘛互因家属看到哇，原来教会有侪人伫甲因伫关心。另外一个嘛丧礼的一个关怀，就是咱本会的郭丁家的姊妹的妈妈张雅慧姊妹，伊伫3月初5来安息。伊要定伫过来3月18号，要伫台中的殡仪馆来举行追思的告别式，嘛请咱的兄弟姊妹为着因的家属来代祷，也愿上帝来赐福安慰甲平安的快乐伫遮哀伤的人的心。最后。牧师拄仔伫讲道，袂记咧讲一样代志吼。牧师最后讲，咱会伫上帝话语中吼，就是除了会当家己灵修，你通查经，你通个人的灵修，你会当找别人做伙读经、抄写圣经、参与礼拜，佫有一项牧师鼓励大家会当来参加查经班。特别伫拜二早起、拜三暗时，就是牧师带江来太师的查经班，鼓励大家会当来参加。当然，伫主日早起，咱嘛有英语的查经班，嘛有华语的查经班，嘛有青少的查经班。教会就希望会当透过无共款的查经，透过明白上帝话语，互咱的性命真正会当得到利益。所以牧师嘛欢迎鼓励大家做伙会当来参加教会中无共款的事工，参加无相关的活动，来互咱的性命得到提升。好，牧师的补充报告到遮，咱将时间交互咱的师会。上音，请咱来吟上音的诗歌395首，至圣天父，愿感谢你，请咱起立吟全首，吟诗煞请詹牧师祝祷。大地。
咱做来领受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上帝疼痛、圣神的感动、扶持甲相通，甲咱众兄弟姊妹三个弟弟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。阿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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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请坐，咱灭祷，然后散会。咱第二嘛到结束，咱下就来当互相请安，互相祝福，愿上帝祝福伫咱大家。